大家好，我係 Augusto， 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唱好觀塘的故事。我哋而家處於呢個單位係屬於開源道55號開源工業中心低層嘅一個單位，大概5710尺。我哋一齊過去睇睇。呢個超大嘅空間，大部分都係做倉，另一邊配備多個房間。我哋一齊過去望一望。呢度設有一個獨立洗手間。好，我哋再過呢邊睇睇。呢間房係屬於老闆房，亦都配有行政人員專用洗手間。我哋再過去呢邊望一望。呢度有一間房，可以做會計或者係多用途室。好，我哋再去出邊望一望。呢個門口係呢個單位嘅主要出入口，行幾級樓梯就可以落到觀塘開源道。咁開源道商業同埋配套都好完善。咁呢個單位而家放緊大約22蚊一尺，放售大約3300萬。如果你有興趣進駐觀塘，請聯絡我 Augusto 93397336。